我也不知道他是好人還是壞人。係眼光要放遠一啲。你到底想點？你就係個財務策劃師。過咗期申請就冇辦法㗎喇。心中有數，金腰帶，作假逃稅冇屍骸。世界應該係咁樣，做人當然都係咁樣。出嚟啦，遲早要還。只要財務好，我就心安理得。你咪做假咗瞞天過海啊！我係香港註冊財務策劃師。如果今日俾個機會你，你會唔會要？我以前冇得揀，我依家想揀個香港註冊財務策劃師。你搵啱人，我就係香港註冊財務策劃師。邊個知啊？